Hello，歡迎大家收睇 Deep Sea 黃大仙廣場，我係今日嘅主持 Smoker。我哋黃大仙廣場每一期都會邀請一位黃大仙嘅社區領袖，同大家傾一傾，探討一下黃大仙嘅一啲時事熱題啦。咁今期我哋係第一集嚟嘅，我哋都想傾一傾近期好 hit 嘅一個概念，無處不旅遊。咁今期我哋有幸邀請到我哋東九龍居民委員會主席黃大仙區議員梁騰鋒議員。喺開始之前，大家一定要記得讚好同分享我哋呢條片出去，俾更多嘅人知道我哋黃大仙嘅一啲政策，同埋都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 Deep Sea。咁我都想問一問鋒哥啦，其實2025-26年嘅財政預算案就啱啱公布咗嘅，咁入面咧有一個概念就係無處不旅遊。香港特區可以如何再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點樣可以更好融合文化同埋旅遊資源，體現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香港無處不旅遊嘅理念呢？咁我想問一問，我哋黃大仙其實有冇啲咩特別嘅旅遊資源值得去落實呢樣嘢呢？小鋒哥你講得啱啦，正正就係由我哋中內外嘅遊客啦，甚至係全港嘅市民啦，可能對於我哋黃大仙認知比較深嘅就黃大仙祠啦，呢樣嘢就大家都好清晰㗎啦。另外就係自然淨苑啦，同埋南瑤嶺寺呢三處地方嘅景點咧，我相信大家都會好熟知。但係大家唔好忘記，亦都往往忽略咗，其實喺黃大仙咧，就住未來嘅工作規劃啦，政府嘅無處不旅遊啦，我哋亦都作一個文化嘅推廣。其實大家去睇睇，就喺我哋彩虹道嗰邊咧，就有一個叫做啟德河嘅。咁由我哋早幾屆嘅議會社區團體咧，同埋政府一齊共同去努力之下咧，而家演變成一個自然生態河，既吸引唔同嘅鳥類咧，亦都有唔同嘅魚類喺度共同去生活，就俾大家喺個沿途嘅美景美觀啦。我自己認為咧，佢再結合喺隔離，即係而家房屋署正喺度興建緊嘅湖水公園啦。湖水公園係取自於個自然河道水景嘅，亦都有3座嘅歷史建築物喺度啦。一個就機艙堡啦，第二個就前皇家飛機庫，同埋我哋呢個石玉就係喬宏先生嘅故居啦。呢兩者嘅結合咧，都成為一個我哋黃大仙嘅新近景點嘅。大家不妨有時間，亦都去嗰度去打卡，或者去沿途睇。特別咧，我哋嚟緊2月至3月份，甚至到沿途嘅啟德河咧，我哋有唔同嘅簕杜鵑啦，所俗稱叫做野杜鵑啦。如果係杜鵑花盛放嘅時候咧，不妨係一個其中之美景嚟嘅。咁啊，去到我哋面向啟德河正對面有一個彩虹道公園啦。嚟緊彩虹道公園亦都進行一個規劃嘅重建計劃，咁喺過程中咧，亦都我哋唔同嘅團體啦，包括我哋議員啦，向政府部門起動九龍東咧，亦都提議咗將彩虹道啦、湖水公園同埋啟德河呢3者能夠整體規劃去連結起嚟嘅，令到我哋黃大仙嘅居民啦，或者全港嘅市民乃至係中外遊客咧，都多個休閒嘅旅遊好去處啦。呢個對於我哋以後延伸推廣嗰個文化咧，亦都係一個比較良性建議咧。喺呢度咧，騰鋒亦都想建議咧，起動九龍東啦、渠務署啦，同埋康文署、房屋署等嘅政府部門咧，能夠就係一個完整嘅規劃方案，去令到我哋黃大仙嘅文化旅遊咧，添加個新嘅去處、新嘅特點嘅。黃大仙祠同埋自然正院，我相信大家就成日聽啦。但啟德河其實就可能對於其他區嘅公眾就比較陌生少少嘅。咁我都想聽下鋒哥分享下呢個啟德河嘅過往歷史係點樣嘅？點樣變到今時今日咁靚咧？啟德河咧就原身咧就臭氣熏天嘅，喺度行過嗰啲市民朋友咧都紛紛咧都揞住個鼻去過嘅。亦都我哋東九龍居民委員會啦，同唔同嘅地區團體啦，乃至係相應嘅地區領袖咧，都提出咗將嗰個啟德明渠啦，就係覆蓋過，咁令到個路面咧擴闊嘅。但係亦都有唔少嘅朋友最終亦都提出將啟德明渠淨化，成為一個美景嘅河道啦，或者一個城市美景嘅。咁到最終咧，政府就採納咗呢樣嘢，然之後咧就將啟德明渠河水咧進行淨化，令到今日吸引唔同嘅鳥類啦，即係好似鷺鳥啦等等啦，亦都有唔同嘅魚類啦，形成到今日能夠既觀賞，亦都係沿途去心靈淨化景點啦。咁我哋而家就有咗今日嘅啟德河啦。原來啟德河有咁深厚嘅歷史。不過我都想問一問啦，你認為啟德河嚟緊仲有啲咩進步嘅空間，可以令呢個
景點咧更加去變得更加靚，更加吸引到更多遊客咧？正正就係你講得啱啦！我記得2024年咧，區議會喺度亦都做咗一個冬日繽紛嘉年華嘅，沿途咧通過嗰個彩燈嘅佈置咧，咁啊令到無論係夜晚啦或者日頭啦，唔同嘅景緻咧，附近嘅居民咧，乃至到係區外居民咧，都嚟到呢度啦。呢個係其中之一啦。第二就係兩岸啱啱講所種植咗唔同嘅辣杜鵑，未能夠形成一個美景啦。佢就係稀落咁去種植啦。我期望即係嚟緊即係每一年都有一個杜鵑花節，係啦，每年都舉辦一個杜鵑花節。第一、第二，亦都結合唔同嘅盆栽，即係好似政府亦都做過年宵花市啦。我期望喺啟德河1號公園呢個位置咧，即係康文署俗稱叫做摩士1號公園嗰度咧，就能夠舉辦喺新年前嘅春季花市啦，係啦，舉辦唔同類型嘅活動啦。我自己對於啟德河咧，仲有一個建議咧，就係啟德河嘅地標，即係個介紹咧。咁啊喺我哋中段嗰度咧就有一個指示牌嘅，咁由60年代、70年代一直演變到而家咧，咁都會有佢嘅歷史嘅圖片或者係文字資料介紹。但我認為係遠遠唔足夠嘅，因為沿途無論係行駛嘅車輛啦，或者喺度經過嘅市民朋友咧，對於啟德河嘅認知咧，都仲係比較缺乏。咁我希望政府部門咧能夠喺沿途咧增加多啲介紹啦，或者係標誌性嘅指示牌啦，去令到我哋嘅市民朋友對於啟德河咧係實地觀察啦，或者係沿途去了解啦。多謝今日鋒哥嘅分享啦。咁今日我哋嘅節目就告一段落啦，都再提一提大家，記得讚好同分享呢條片出去，俾更多嘅人知道我哋黃大仙嘅一啲時事政策嘅發展，同埋都記得訂閱我哋頻道，啲詩睇下先。